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，伫个美东时间29号就要出发，要来亚洲访问，要访问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甲马来西亚。到底有要来台湾无？也未确定。为什么中国会遮尔要紧呢？因为这位议长佩洛西是继承美国总统代位的第2个顺位，所以若真正来咱台湾访问，对中国来讲，确实是一件真不得了的代志。中国甚至来呛讲，佩洛西若真正来访问台湾，将要派出到歼16甲歼20的战机，伫东海的上空盘飞，拿夹到佩洛西的专机。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台湾时间28号暗时电话通2点钟17分。习近平强调，一中原则，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插手。拜登重申美国一中政策和对台政策不变，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，或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。美方在双方通话结束之后，已经在第一时间向我方简报。拜登还是重塑美国一贯的立场，但是要值得注意，就是说，过去一段时间来，美方强调美中是一种竞争关系。这次在这个所谓的对外的声明里面，这个竞争这一个字眼并不见，所以也看得出来说有一些关系的转变。所以这块台湾要特别的留意也要特别注意，在这种发展之下对台湾的安全局势的影响。咱台湾外交部和总统府拢来甲美方说道声，台海情势将做拜习对话重点。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。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讲，佩洛西亚洲行会伫咧美东时间29号出发，访问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，来看因的行程，因有可能伫咧离开韩国了后会飞来台湾。佩洛西敢会访问台湾，暂时也唔知影。咱台湾外交部嘛无评论，不过已经互北京真无欢喜。中国官方媒体《环球时报》微信公众号孙秘院十号讲，若是佩洛西访问台湾，得派战机伫咧东海天顶给炸落来，明确的违反了国际上面对于他国的重要领袖应有的尊重。可以看得到，如果以这些立场来看，最威胁印太最大的还是中国政府。有朋自远方来，我们都欢迎，特别是美国的重量级的政治人物，不管结果是什么，我相信是不会有太大的意外，大的什么军事冲突不会啦。美国瑞金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伫咧25号离开新加坡去南海。佩洛西若到台湾，瑞金航舰打击群敢会经过台湾海峡，互各界拢伫咧注意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